你知道我在秦国多出名吗？我爹是范建，户部尚书，司南伯，像你们这异国他乡的，我这高贵自己多危险！我现在开始佩服你们姓范的了。谢谢他，走了。等会儿，你刚叫我什么？爱听这个，那我只能在这儿这么叫你啊，嫂子。哎！你哥是怎么说我的？还用他说吗？整个庆国都传遍了，我都懂。你懂个屁呀！我告诉你，这是在齐国，你别胡说八道，别叫我嫂子。齐国还瞒着呢是吧？没瞒着，已经说出去了。我跟你哥就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没有，肯定没有。哎呀，行了，嫂子，你就别瞒着我了。我跟你是一头的，我向着你。你什么就跟我一头的呀？你没见过京都那个嫂子？那个嫂子天天病病歪歪的，特没精神，跟红楼里的黛玉似的，哪跟你似的，是吧？你又特别重。我告诉你，我帮你哥主要是因为他接手了内库。我们齐国跟你们庆国毕竟是有生意上的往来的，明白吗？啊，如果你们庆国内乱的话，我也是乐见其成的，懂吗？就完全不相信是吗？跟上。上哪儿，嫂子？哎呦！就这儿，进去吧。你们庆国在上京城安排的铺子。干啥使的？指挥暗探居中调度，你哥让我把你送到这儿。哦，指挥暗探。对。这种地儿我哥都告诉你，那你俩指定是好朋友。该帮的我都帮了，你好自为之。人呢？偶感风寒，不宜待客。你要什么自己看啊。罗宝坤，范思哲。哎呀，这玩意儿，对，那个要啊！你哥呢？嫁呢吧？不知道。他没来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帮你啊！你别胡闹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吗？啊！我大庆暗探，所有行动都靠我指挥若定啊！这等要紧差事，你别跟着掺和。反正你要能来，我也能来。这话说的，严冰云知道吗？知道，监察院四处的吗？不是，那样的人物，在北齐可都失了手啊。你再看看我啊，在我的布局之下，这个小铺安然无恙，仿佛潜于九渊之下，毫无破绽。这般手段，你还敢小瞧我啊？还是小师妹会吃，酸辣加水果真不错。师兄，
怎么想着来看我了？陛下叫我来的，他就想问问范思哲是不是送到郭宝坤那个油铺去了。连陛下都知道这个油铺了。哼，何止，满朝上下各部官员，现在谁不知道？别说他们了，咱们老师成日清修，足不出户，现在都知道那个油铺了。陛下特意说了，郭宝坤是人才，千万得留住，可别换个聪明的来。那容易，假装没发现他不就行了？哎呦，难呐！做事太不小心，漏洞都出现的那么突然，要假装不发现还得合理，太难了。没事儿，咱们齐国上下用心帮衬点儿，务必保住这个郭宝坤。这北齐锦衣卫，在我看来，就如同草鸡瓦狗一般。上京城谍网如今在我的掌管之下，万无一失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现在禁军巡城都不打我这儿过了，可见我藏得多好。听着倒是挺厉害啊，总感觉哪儿不对。哪儿不对？你说，你尽管说。哪儿都对，哪儿都对。既然呢，你哥让你跟着我啊，那我就给他个面子，你好好学学，也多看看。这样，下回踏青你跟着我们一道去。什么？踏青？跟谁啊？暗探啊。按他们平时还能踏青呢？怎么了？大家身处险境，背井离乡，难免心生忧惧。那我就想着，没事我们可以聚一聚啊，踏踏青，吃吃饭，哪怕一块看看书也好呀。这样啊，我是说，万一呀，就是你跟这些暗探们正欢聚一堂的时候，北齐给你们一网打尽了怎么办？无人察觉异常。由此可见呀，我郭某天生就是暗探之才，你哥算是挖到宝了。好，可惜了的呀，你也要回去了。回哪儿去？回京都啊。我哥让我来找你，就让你回去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说是之前跟你有什么约定，答应你了要救你爹一命。真的啊？说时机到了。他说让我做什么了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问他去呗。那这儿怎么办？交给你来接管了。我交给我怎么了？不就天天带他们游山玩水的聚会吗？但是啊，这次我得先送你回去。行，干嘛？哎呦，这都什么呀？这是，咱不着急吧？现在收拾东西，马上就走。咱不再谋划了？有什么好谋划的？路上那么长时间呢，可以慢慢想啊。出其不意才能杀敌于不备啊！只要动作够快，敌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郭宝坤跟范思哲离开了油铺，朝城外走，还背了行囊。是一出门就被发现了，大伙都守着呢。这是要回庆国啊？看着像。怎么办？放不放？我哪知道？哎呦，要不你去问问陛下，他不是要留着郭宝坤吗？陛下说了，范思哲和郭宝坤的事儿，你做主。有人顶郭宝坤的位置吗？没有，走得很突然。你要我看还是放了得了，留着也没意义。这留个好印象，万一下次来的还是他呢？哎呀，我不管，我就是个传话的，你定。你们珍惜一下圣女好不好啊？别什么事儿都让我干。你们个个多悠闲，我是圣女啊！贤？哦，对了，陛下让你有空给范闲写封信。我给他写信干嘛呀？问他一下，回南京这么久了，这红楼一卷也不更新，属实有点过分。天天就知道看书。
放人。是。我跟着去看一眼。他自己怎么不写？为什么让我写？范闲啊，范闲怎么了？你不是跟他说得着吗？我跟他说得着个腿儿啊！哎，小师妹，你已然是剩女了，言辞注意优雅点儿。我跟他没关系。我跟他有关系。你们，我烦死了！小师妹，记得写信，信里催更。阿球上来！圣女，怎么样？一路上鬼鬼祟祟的，好像人觉得发来有问题，不过被我们按下来了。车哪儿来的？勒马行租的，租到哪儿？租到边境。就直接说去边境，半路换个车都没想过。可不是嘛，车马行老板当即就派人报了官，不过被我们压下来。敢问圣女，是让他们安全回到南庆吗？没错。那我们得跟随一路啊。辛苦你们了。一切正常。刚才你还挺聪明的，居然说去边境，没直接说去庆国。随时保持隐蔽，是咱们作案探的第一要务。我还挺有天分的吧？死者，看来你也是可塑之才。郭兄，先前确实对你有些唐突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为什么范闲敢把你一个人放在北齐。大庆如若都是你我这般人才，何愁天下不定啊？郭兄所言极是啊。大人，两个消息啊，一个呢是这范无咎，在刑部都已经招供了。怎么说的？我在殿下府上做事，圆梦与靖王世子相识，世子又与我们家殿下常常走动，我便认识圆梦。圆梦转投抱月楼，我看这是个好买卖，就偷偷瞒着殿下，帮着抱月楼办了几个卖身契。可惜此事被人知晓，我就故人行凶，之后就有了杀人灭口。我太贪了，都是我干的。他说的倒清楚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错。他说呀，这个买凶是故意冒着您的名义，想要栽赃给您，这不合理啊！他既然冒充我买凶，又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呢？查这个凶手啊，已经查到他身上了，他不杀人灭口已经不行了。他这么一说呀，倒是撇清楚了您的嫌疑。我原来还担心呢，担心他往您身上泼脏水，说跟您同盟呢。二皇子现在跟我这局面，他会下刀客跟我同谋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他现在啊，已经顾不上我了，只能尽量撇清跟二皇子的关系。那他能撇清吗？怎么可能啊？京都的人有那么好骗吗？可是刑部说供词没什么问题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大家心知肚明罢了。哎，你刚刚不是说俩消息吗？还一个呢？啊，有人又来探望您的病情了。病重不见客。是督察院的赖明成，就上回操我那个。没错，就是他。
他来看望我的病情，这是哪一出啊？我家大人呐，那是重病缠身呐。但是听说赖大人到了，他强撑着也要跟您见上一面。你们家有多大？我们家，范府，范家不知道。各部官员所居宅邸大小是按照职别各有限定的。啊，如果范府于志，我一定要猜上一本的。那要不您给量量？今天没有准备，有尺子吗？您等会儿，我给您借一把去。啊，不用了。我这样一个人量是不是太耗时了？不知道，反正没人这么干过。要不我帮您，咱一块儿量。今天就算了，下回吧。哎，哟，大人，您看你怎么还起来了？不是不让您起来吗？小范大人，赖御史来了。啊，哎呀，赖御史啊，我都这样子了。我就不起来了啊！哎，小范大人，我问过太医，说你是重伤，买了些红枣，给你补补气血。多谢多谢。我们这些督察院的靠的就是一点俸禄啊，不比那些官员。你可能也听说了，在京都府里，只有我们这些御史是最穷的。本想给你买些补品，只是捉襟见肘，买不起，请见谅。红枣挺好，我就喜欢红枣。赖御史，请坐吧。老王，看茶。我坐坐就走。您请坐。我给您倒上啊。小范大人，令尊中毒，你又重伤，是不是二殿下所为？我只能说没证据，不好说。范无咎的供词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。他一个门客，竟敢瞒着二殿下参与抱月楼杀人一案，一听就是胡扯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参二殿下。你要参皇子？我等身为御史言官，理当秉公执谏。那我敢问一句，您这话干嘛跟我说呀？贪腐一案侦办至今，从名册上往下查，京城的官员受牵连的都与二殿下有密切的来往。如果继续查下去，发现潜藏极深，光靠我们督察院实在是太难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查不下去了？除非是监察院能够给我们提供相关的案卷。找我帮忙？不是找你，是找监察院合作查探。那你应该去监察院啊，来我家做什么？监察院内其他人我不熟，只有你，我刚刚参过你，也算是有来往吧。这算是哪门子来往啊？这查贪视为国事，有问题吗？那我要是帮了你，你还参我吗？当然要参了。你这是既要参我，还要我帮你。此事绝非个人恩怨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国法森严，怎么能私人交易？您可真是请人帮忙，一点好处也不想给。不愿意就算了。
可以。怎么？可以合作。老王，带赖御史去趟监察院，一处有哪些案卷相关的，他想看都可以看。好嘞。小范大人，你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。赖御史，虽然你过去参过我，将来可能还要参我，但我总觉得有朝一日，我们或许可以做朋友。那不能，行公事者怎能有私意？有道理。不过，小范大人，你我在查府反贪上面也许会有合作。为了国事，我想再多问一句，你的病什么时候能好？怎么了？你病好之后，抱月楼一案，我要参你啊。那这一处的案卷，您多久能看完？1日足矣。2日，2日之后上场。2日病就好了。吃了您的枣，可不能耽误你参悟。那好，2日后朝堂上见。哎呀，这位真够可以的，哎，我送送去啊。你也难得啊，才被督察院参了不久啊，又一波来了，还把我一块带上。哼，没听说这么做官的。是啊，别人做官都是人情，我一做官全是人祸。你自己倒是知道。是我错了。谁说你错了？伤天害理、贪赃枉法那才是错。好好做事，不就是麻烦吗？你爹我什么都怕，就是不怕麻烦。您没事吧？我倒无妨啊，只要2位康复就好。他怎么还跟你打招呼？怎么了？哼，赖明成做御史以来快成疯狗了，只见咬人粗眉笑脸，我都没见过他跟人点过头。赖御史这样的官，我还是欣赏的。天阴了，瞧着要下雨。走吧，陛下等着呢。这也不是上殿的路啊。今天在御书房。为何不应该在殿上吗？陛下说了，督察院主要是参的你，你什么官职啊？哪有资格总是上殿，占用百官的时间？哎呀，行吧，是我不配。哎，我坐哪儿啊？坐。就是参小范大人呐。后面站着去。不止。啊，这督察院胆子这么大。哎，听说赖御史还去监察院查。借过啊，不好意思。闹得人心惶惶。现在人呢？范大人怎么在这儿猫着呢？啊，我看看这儿有什么书。这地方好啊，谁也瞧不见呢。哎，问你个事儿呗。啊，今儿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陛下说呀，今儿来不来不强迫，看自愿。自愿啊，这可基本都来了。这年头自愿能信的。您看看，那几位都到了，我们谁敢不来呀？是吧？啊，这里不同大殿，不必这么拘礼。都坐下啊。放轻松点儿。范闲，
臣在。雷明成，臣在。你还参他吗？参的不只是他，还有户部尚书范建。陛下，赖御史参我之前，我能先参一个吗？说。陛下，请看，全是名贵珠宝，臣找人估过，价值连城。哪儿来的？前几日臣与郡主去长辈家中做客，人家随手送的。随手一送，就是价值连城。那位长辈家中远不止于此，依山林见远，搜集天下奇珍异石，更有花魁无数，奢靡之风让人叹为观止。这个那位是哪位？正是监察院院长陈萍萍。臣参陈萍萍涉嫌贪污受贿，请陛下明察。陈院长，臣在。有想说的吗？小范大人，我自己的东西送人有错吗？有没有错我说了不算，只是当下朝堂正值查腐惩贪、肃清吏治、以彰国法，在这个当口，什么礼也不敢收啊。陛下，臣能解释吗？陛下，这些珠宝您是否看着眼熟？这些都是陛下赏的，微薄之功，陛下屡次重赏，臣内心感激也惶恐。你拿朕赐给你的东西送人，什么意思？自家后辈，其他的也拿不出手啊。那陈元呢？陈元是我暂住，房契不在你名下？不是。陛下，这种手段也常有，房契不写自己名字，对外说是或租或借，但深查下去就不好说了。陈院长，能不能解释一下陈元是借谁的？皇家财产，陛下赐我暂住，臣也有些积蓄，这些钱财所有来处全都可查。范闲，满意了吗？臣满意，臣参完了。赖明成，陛下，你参范家父子是什么罪名？陛下，范家牵扯抱月楼一案，身为朝官，私开青楼，与理不合，范家教子无方，有损官声，范家父子皆该担责。好像还死了人。陛下，杀人一案牵扯到二殿下，臣想一件一件的讲。范建，臣在。你想说什么？回陛下，臣次子范思哲顽劣少礼，被人瞒骗，确实是抱月楼东家。臣教子无方一事无话可说，幸而犬子悬崖勒马，深知悔改，早已将抱月楼封了。臣也以家法责之，将其赶出京都，远赴苦寒之地，磨砺身心。先有国法，后有家规。犬子范思哲并无官身，开青楼虽然不妥，倒也不违律法。既然这样说，那满朝的文武官员，谁没有妻儿老小、七亲八故？要是人人都恣意妄为，官为私用，沆瀣一气，那我大清朝堂的脸面何在？陛下，范建身为生父，范闲身为长兄，范家父子皆应担责。你觉得怎么个担责？降爵严斥。
丞相，陛下，你觉得呢？臣不太明白了。抱月楼不是有人命官司在吗？这都没说清楚，怎么又聊上家规了？老臣附议，毕竟人命关天呐。言之有理，人命关天，查无实证。范家的事儿，稍后再说吧。陛下，臣原想由轻到重，循序渐进，先谈人命官司也行。范大人，不是您图什么呀？您自个儿是监察院的提司，您参自个儿院长，查贪惩奸呢，我图什么？新大人要是贪了，我一样参你。开玩笑，看戏，诸公都知道了，抱月楼3凶犯杀人之后被监察院捕获，随后刀客范无咎在京都府外刺杀凶犯。据查，凶犯乃是二殿下的门客臣赖明成，参二殿下有杀人灭口之嫌。儿臣月下不言，勿信奸佞。只是这杀人灭口的罪名，儿臣担不起。范无咎已经供认不讳，诸多恶行真的是他一人所为，而且也是遭贼人蒙蔽，悔之晚矣。来人时，庆国的律法讲究的是人证、物证。正是。陛下，我督察院深受皇恩，彻查百官贪腐，现在已有端倪。经过细查，在前一份的名单上又查出京都15名贪官的名字。陛下，请看。陛下，范闲出使北齐归来，向陛下提起二殿下和长公主携手北齐走私一案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大批的银两哪里去了？这15名官员都有大量的钱财来路不明，而且他们都与二殿下来往密切。这臣就要问了，这走私来的银两，二殿下是不是都用到了贿赂百官的身上？陛下，臣恳请重查二殿下与长公主北齐走私一案。不准！陛下三思啊！走私一案查无实证，纯属揣测。这事儿就到这儿。陛下，实证也许就在眼前。范无咎是二殿下的门客，重审范无咎，一是人命关天，可以查出真相；二是可以查出走私的端倪，请陛下恩准。
查，说的太对了，一定要查，我100个支持。至于范无咎重审之事，我也支持。有赖于实在，鲍玉楼之事定能查出个水落石出，还我一个清清白白。陛下，儿臣还有个念想，不吐不快。说。方才范尚书说了，抱月楼已经封了，儿臣着实有些担忧。抱月楼内歌妓杂役少说有数十人，他们一样是大晋的子民啊。这抱月楼封了，他们今后该如何生计，何去何从啊？儿臣以为这抱月楼之事是由范家起的，这些人也应该由范家来善后才是。有道理，抱月楼善后之事我接着。麻烦问一句，还做老本行吗？那自然不会再做青楼。那就太好了。李承泽，传旨，禁足你半年，自省其身。儿臣遵旨。范见范显，臣在。罚俸禄半年，以儆效尤。臣遵旨。赖明成，陛下，赖御史，满意了？陛下，范家父子有损官声，降薪半年，处罚太轻，难以服众啊！你还想怎样？将军，家风确实不严，但是罪不至此吧？陛下，三思啊！陛下，你这是逼着朕改旨意是吗？臣不敢。你什么不敢？你什么都敢。二皇子已经禁足半年了，你还不知足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今天大体都有个了断。散了吧。陛下，臣还没有参完。陛下，臣还没有参完。好，你参谁啊？陛下，臣要参的也是陈萍萍。臣参的不是贪腐，而是法度不明。臣也不是参陈萍萍一个人，我参的是整个监察院。陛下，监察院成立至今，麾下用人良莠不齐，诸般形势素有狂悖，朝堂上下、敌国境外诸事皆有涉足，可谓权力滔天。陛下，请问历朝古制可有此先例？岂有此理！陛下，陈院长呕心沥血，为庆国立下多少奇功？若没有监察院，哪来我庆国的太平盛世？你还敢参监察院？对，就算古制，也未必全对。可是庞然大物，天下诸事各不共担，这不仅仅是古制，亦是常理。陛下，臣恳请将历年监察院之卷宗交付6部，分而治之。你这意思是让6部多担些差事？不止，陈萍萍告老。百官都觉着监察院终究是
利大于弊，那说明六部有昏昧。赖御史，监察院这些年来还是立了不少功的。可法令不明，后患无穷啊！陛下，这陈萍萍还在国法辖制之下吗？你的意思是天下人皆醉，唯你独醒？陛下要三思啊！这人一直这么勇吗？啊，那个赖御史啊，向来都是逮着人就参，陛下他也说不了什么，是吧？好了，监察院一事非一日可定。朕有些累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陛下，臣没有参完啊。好，你还参谁呀？陛下，最后一个。说，陛下，监察院威压六部，用人不明，这只是表象。正所谓正本清源，朝堂错漏，百官有责，然而并非根本。民间有俗语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臣最后要参的是说，大胆的说。是陛下。那你不要！杀疯了，确实是疯了。陛下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者不知，是无智；知者不改，是无勇。我大清国的根基，不是监察院，是文武百官，是天下良心呐！陛下，现在改还来得及呀！天下人都错了，六部百官也全都瞎了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赖御史的意思是错的，不只是你们，连朕都一样错。陛下英武，天资过人，但人非圣贤，臣怎能知错不戒呀？陛下，赖明成攻侮陛下，无惧无杀，此人狂悖之极也，简直是畜生啊！陛下，儿臣实在是没忍住啊！陛下，每日殚精竭虑，为的就是我大清的太平盛世，而此人竟然如此折辱陛下，儿臣痛苦不已啊！陛下之光胜过日月，陛下之恩犹如父母，陛下被骂胜过鞭打，臣之肉身啊，臣疼啊！儿臣也疼。
行了，陛下，赖明成确实说话难听，但毕竟身为御史，职责所在，望陛下宽恕其罪，留存其身，为国效力。臣也如此觉得。赖明成是荒唐，可陛下何等胸怀，怎会跟这种人计较？训斥责罚一番，也就罢了。你们的一番苦心，朕看到了，也听到了。陈院长，陛下，臣是被参之人，无权评论。秦将军，臣在。陛下，赖明成太糊涂了。监察院对庆国有功，他根本就不理解陛下的苦心，他的官职该降。陛下，老臣觉得大家都对。都对。赖明成犯下大错，罪无可恕。可是陛下仁德，天下皆知，该杀该罚都合情理，该放开用，全凭圣恩。臣琢磨来琢磨去，这冒犯陛下之罪，还是当防。如何处置，还得陛下圣裁。朕以为赖明成参得好。参得好啊，直言进谏，不愧为我大庆的第一御史。国事为重，不计私心，百官都应该有此心怀啊。朕看来，不可以罚，朕要赏。你怎么没完没了啊？陛下。臣心中现在是既悲痛又感慨，陛下被参，臣痛苦万分。但是有赖御史这样的清官名臣，臣又感慨万千。所以此时此刻吧，臣是悲喜交集呀，也不知道应该哭还是应该笑。好了。朕在考虑着赏什么。陛下，现成的，范闲参我呈上去的珠宝。陈院长格局小了，我堂堂的大庆御史怎么会是贪财之徒呢？哎，林相。陛下，古往今来，御史一生追求的是什么？御史直言见君，唯求青史留名。青史留名，廷杖。廷杖能让他们千古留名。陛下三思，史书上赐廷杖的君王，或许有微词啊。朕知道，如果廷杖了御史，那些史官的笔下，朕不会有好结果。哎，那朕就吃点亏，成全了他。大家好好学学。陛下不昏是我昏呐！陛下，赖御史查惩贪腐终究有功。你这么袒护他，好，赖御史的监刑就由你了。范闲，陛下下旨了。臣接旨。
侯公公呢？赖明成呢？不知道。侯公公呢？赖明成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范闲奉旨监刑，赖明成在何处听账？侯公公呢？赖明成呢？小辉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陛下让我接行。哟，朕好大都上下。陛下除了让您监刑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了。那就是没打算停。先别打了，我去问陛下。小范大人，来不及了。大人，到监察院了，院长像是在等您。我谁也不想见。这个房间你没有来过，很少有人进来。这个宝贝是连接八处的重中之重，八处所有的秘药，无论大小，都会第一时间传送到这里。各处都有不同颜色的区分。我也可以在这里第一时间发出密令。这个宝贝还是你娘留给我的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
明白，为什么要把赖明成活活打死呀？不是说以前指着陛下的鼻子骂都没事吗？陛下气度恢宏，指着鼻子骂不仅没有问题，最后陛下会一笑了之。那为什么这次就把赖明成打死了？他参陛下都没有问题，只是不能触碰逆鳞。监察院是陛下的逆鳞，倾国中兴才是陛下的逆鳞。那要照这么说，难不成有史以来敢参监察院的全都死了？参过监察院的御史很多，赖明成是第一个被杖毙的。那赖明成跟以前那些人有何不同啊？赖明成是不是找过你？是啊，共同查案。督察院查贪腐掉线案卷并不是绝密啊。陛下是这个监察院之所以独立于6部之外，就是防止有些人把手伸得太长。我不该答应他，是我把他害死的。不是你，你答不答应都无所谓。赖明成决定选择你去找你的时候，他的命运已经迎来了终点。找我，就是他的死因。再深想一步，陛下为什么让你监刑？你是不是还欣赏赖明成？是。你知道吗？督察院那些御史在替赖明成收尸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对你恨之入骨。从今天开始，督察院所有的人都不会与你为友。你要接受内库，你要接受监察院。如此重任的臣子，亘古未见。我只能是个孤臣。天威难测，圣心如渊，这8个字记在心里。联合监察院，弹劾监察院，再加上找我，这就是他的死因。咱们这个陛下，就是不能接受有人跳脱在他的掌控之外。可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国法也好，监察院也好，不都是为了天下的万民吗？万民和陛下到底哪个重要？这些话从今天开始一定埋在心里，永远不要说出口。我知道答案，不会再问了。总是有些人走和陛下不一样的路。我娘呢？已经死了。是。你娘已经死了。但路永远在那儿。回家去吧。雨下得这么大，换件衣服，暖暖身子吧。
读书也不急于这一会儿，困了就歇会儿。那怎么能行呢？这么多书还没背呢。这些好像都是我的书吧？对啊，全部都是你的医书。我说怎么书架上少了那么多？怎么突然想起来学医啊？帮你啊。帮我？哦。上次爹装病，幸亏你下毒才躲过一劫。后来我打听了，这毒理呀，亦是医理，所以我学医。万一哪天需要装病你不在家，我可以来啊。学医很苦的。我不怕，这些书我都背了大半了。也不急于这一时。哥，要不你考考我吧？不用，你背你的，我就坐会儿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就是心里烦，到你这儿静一静。要不跟我说说？有什么可说的呀？不就朝堂那些破事儿吗？哥，要不你别当官了，那我干什么？做什么都行啊，天天游山玩水也挺好啊。没钱了怎么办？我养你啊！我现在学医了，我都打听了，行医可挣钱了。你养我？对，还有嫂子，你们俩我一起养。逗我开心呢？我认真的，我真的认真的。好，要是我真有一败涂地、无处可逃的一天，就靠你了。不会有这么一天的。若是真有了，我保护你。一言为定。谁变谁小狗。想学医，光靠背书可不行，在这儿等我，给你找个东西。学医得见血。先开膛破肚，再伤口缝合。用这个比以前强多了。当年老师教我的时候，我剖的都是尸体。活着剖，那也太疼了。格罗方，3处特制的迷药，保证无痛。大家看清楚，这是你们的卖身契。好像真的是卖身契，在他手里啊？不知道啊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只是卖艺，但人是自由的。自由的。不卖身，只献艺。那还会有人光顾吗？确实。今后前途未卜，所以小范大人才让大家去留随意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走了吗？当然，请。真走呀！我走。把这么多的东西走。小范大人可以命令我们留下来的，根本没必要让我们自己做选择。我们的命别人来定，早都习惯了。他说他不喜欢。小范大人还说，你们的命应该自己定。我想留下来试试。好，欢迎桑文姑娘加入抱月楼。我也想留下试试。我也想留下试试。我也想留下试试。第一次决定自己的命运，我们愿意相信小范大人。我也想留下，鸡毛掸子，太香难了！来个来，鸡毛掸子。
这看着不对啊！堵我的，要不咱绕路吧？继续往前，人都来了，就不躲了。好嘞。里边的人给我滚出来！大人，这几个来头可是不小啊！这家里边，不是国公就是王侯，